今集嚟到青衣明朝匯一個577尺嘅3房單位，戶主偏好自然嘅日式風格，主要採用木色搭配條紙嘅設計元素，營造出一種日式簡約嘅感覺，實現舒適而不失美感嘅居住空間。講到日式簡約嘅設計，木紋條紙亦都係較為普遍嘅配搭元素。以暖色系木色作為基底，再配合埋白色呢一種較為淺嘅顏色，咁就可以營造到日式簡約風嗰種溫馨舒適嘅效果啦。點解個客飯廳冇餐台嘅？你睇下個餐台收埋咗喺呢組多功能組合櫃入邊啊！因為客廳空間有限，所以用伸縮餐台可以保留活動嘅空間，有需要嘅時候先打開嚟用，靈活性就會比較高啦。另外，單位係開放式廚房，伸縮餐台嘅設計係呢個位置就非常方便戶主使用啦。呢間房唔係梗房嚟嘅咩？咁特別嘅？呢個係空中書房嚟㗎，為咗滿足戶主想有獨立嘅休憩空間，同時要有工人房嘅需求，所以設計師就將原本嘅緊房拆咗，再利用埋高樓底嘅優勢，設計出空中書房。上層設置咗一啲書架喺度，等戶主喺得閒嘅時候可以睇下書，放鬆下。而下層就係工人嘅睡眠區，設計師加入咗條紙趟門，唔單止增加翻私隱度，仲可以保持空氣流通添。哇！主人房嘅衣櫃設計咁特別嘅？係啊，為咗貫徹單位嘅日式風格，呢組多功能置頂衣櫃仿照咗日式傳統嘅橡子門元素，採用條紙配搭磨砂玻璃。設計師亦都透過頂部同埋底部嘅滲光效果，去減少翻空間嘅整體壓迫感。另外，你睇下衣櫃中間呢個位置鏤空咗㗎，除咗俾戶主放置常用嘅衫，仲可以俾戶主當梳妝台咁使用㗎。而且喺呢個位置特別設計咗隱藏式嘅梳妝鏡同櫃筒，方便翻戶主收納同梳妝，咁就唔使擔心冇地方擺化妝品啦。等等先，間房咁似日本和室嘅？係咪好有和室 feel 呢？其實日式風格都好講究整潔，點設計收納就好重要啦。所以設計師就將成個睡房打造成和室設計，採用可結式地台組合，唔單止可以有大量嘅收納空間，戶主亦可以直接當地台床咁用。另外，旁邊嘅 C 字組合櫃亦都可以滿足戶主唔同嘅儲物需求，甚至可以展示一啲小擺設，真係一舉三得啊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，如果中意我哋呢集小編帶你遊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羅馬設計嘅 IG、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